親愛嘅天父，我哋以民數記第8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嚟到民數記第8章係講關於去點燈同埋去潔淨利未人嘅安排。我哋見到其實由出埃及記30章開始，點燈呢件事情呢已經係第4次提及啦。喺出埃及記30章8節嗰度呢，就係話當點香嘅時候呢，同時都要點燈。然之後出埃及記40章25節呢，就應該係初一嘅時候，摩西正式嚟到係去點亮呢個7盞嘅金燈台。咁喺利未記24章2節嗰度亦都再提，就係話亞倫呢，佢要經常去照管呢一眼嘅燈，就係日夜呢都要點亮。咁而家嚟到民數記8章2節呢度呢，亦都再一次提話亞倫係要去點燈，並且呢度係提醒亞倫呢，就係7盞燈都要係點亮。咁點解呢度要重提點燈呢？咁個原因就係呢個點咗燈之後，呢個嘅聖所裏邊先至會有亮光。咁因為點亮咗呢盞燈之後呢，先至係祭司同埋利未人可以進入聖所嘅基本條件嚟嘅。嚟到呢度，我哋去思考一啲嘅問題。首先，我哋重新去諗翻喺出埃及記40章裏邊所記載，喺正月初一嘅時候，摩西去設立呢個聖所，但係當時嘅祭司同埋利未人都係未被膏立同埋未被潔淨嘅。咁究竟係由邊個去設立呢個嘅聖所同埋會幕呢？應該整件嘅事情呢，摩西一個人係冇可能去獨自嘅處理。咁估計呢，好可能當時係由嗰啲嘅去製造呢啲物件嘅工匠，佢哋嚟到一齊嘅豎起呢個聖所同埋會幕同埋擺放裏邊所有嘅物品。咁而呢啲嘅物品係未被膏抹嘅時候呢，暫時都未分別為聖。咁嗰啲嘅工匠，佢哋係一路以嚟都係製造呢啲嘅物件嘅，所以佢哋將呢啲嘅物件幫摩西嚟到擺放喺適當嘅位置，係最合理嘅做法。然之後喺民數記8章呢度呢，就講到關於利未人係被潔淨同埋奉獻嘅一個嘅儀式。8章嘅7節裏邊講話要用一啲嘅水，一啲潔淨嘅水嚟到彈喺佢哋嘅身上。咁而喺舊嘅譯本裏邊呢，係話除罪水嘅。咁呢度呢，就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呢，就係民數記19章9至10節嗰度提到係用一個紅母牛嚟到燒成灰去製造一啲除罪水。咁呢個嘅可能性係不大嘅，因為根據民數記19章嗰度嘅記載呢，當時去製造除罪水嘅時候呢，呢個嘅會幕已經被設立㗎啦。因為以利亞撒祭司係需要將紅母牛嘅血呢係彈向呢個嘅會幕嘅方向，所以會幕已經存在。咁但係如果喺正月初一至到正月初七呢，其實所有嘅祭司都係需要係留喺會幕裏邊嚟到進行呢個膏抹之禮，佢哋係唔可以離開會幕嘅。咁而除罪水呢，係需要去到營外去製作，咁所以呢，由初一至到初七呢，應該就係佢哋冇可能去製作到呢個除罪水嘅。而製作除罪水嘅過程當中，以利亞撒祭司就會不潔淨1天到晚上，所以呢，最早佢都可能係需要去到初8呢，先至可以將啲除罪水帶返嚟去使用。整個獻祭嘅過程由正月初一去到正月12都有非常之繁重嘅工作。而亞倫只係得2個兒子，就算計埋孫兒呢，嗰個人數都係有限，好難處理咁龐大嘅工作，所以估計都唔可能去等到初8先至嚟到係去潔淨呢班嘅利未人，使佢哋可以工作嘅。所以第二個可能性就係呢啲水呢，就係喺洗作盤裏邊嗰啲嘅水。正如喺出埃及記40章12節嗰度話咧，膏抹祭司之前係需要用水幫佢哋洗身。咁呢啲水呢，就係洗作盤裏邊嗰啲嘅水。咁好可能呢，其實今次嚟到係去彈喺呢啲嘅利未人身上嘅水，都係呢個嘅洗作盤裏邊嘅水。不過講到洗作盤呢，呢度順帶一提，就係呢度有一個非常之特別嘅地方。
喺民數記4章裏邊係詳細咁講述要拔營嘅時候，所有呢啲嘅器物，所有呢啲器具係需要包裹，係要由利未人中哥轄嘅子孫嚟到係去搬運。唯獨呢就係呢個洗濯盤呢，其實喺整個記載裏邊係忽略咗㗎，係冇講到點樣包裹佢啦，亦都冇講到係由邊個去運送嘅。呢度呢成為咗一個千古嘅謎團。呢個嘅洗濯盤呢係俾摩西嚟到係去用膏膏抹咗可以使用，但係跟住落去佢嗰個嘅包裝同埋運送嘅情況係點呢？係以肩頭去運送定係以牛車去運送呢？呢度呢，我哋目前都係唔能夠完全理解嘅。並且對於呢個洗濯盤，我哋只係知道佢係由呢個嘅會幕裏邊一啲做工作嘅婦人，佢哋捐出佢哋嘅銅鏡去製造。咁但係呢，佢嘅尺寸、佢嗰個形狀、佢嘅規格究竟係點樣呢？所有呢啲嘅細節呢，其實都冇講清楚。所以呢度係有一個非常之特別嘅奧秘喺裏邊。似乎洗濯呢件事情呢，一方面係預表到將來喺約旦河施洗嘅約翰，佢嚟到係去為人去施洗，並且去到新約，我哋喺唔同嘅教會裏邊都有唔同嘅形式去施洗，有啲會係喺野外施洗，有啲會係喺室內施洗，甚至有啲情況之下，我哋係會用灑水嚟到去施洗。似乎呢度係冇規定一個特定嘅規格，似乎呢度冇限定一個規格，係有一定嘅智慧喺裏邊。咁我哋見到，就算係喺祭司嘅身上，同埋喺利未人嘅身上，佢哋洗嘅形式都係唔同嘅。喺祭司嘅身上應該係全身嘅施洗，咁但係喺利未人嘅身上就只係將啲嘅水嚟到彈喺佢哋身上就已經足夠啦。咁所以整件嘅事情裏邊係隱含咗一個奧秘，將來我哋喺天上就會清楚明白。當呢啲嘅利未人係被施行咗以水彈喺身上呢個嘅禮儀之後，佢哋就要以刀嚟到刮淨全身，同埋洗淨佢嘅衣服去潔淨自己。咁佢哋先至係得以係完全嘅潔淨，可以係去進行呢個嘅下一步嘅獻祭。咁下一步嘅獻祭呢，就包括咗就係會眾要按手喺利未人嘅身上嚟到獻上作為搖祭。咁呢個呢係獻俾耶和華嘅。咁我哋見到過去喺出埃及嘅29章24節，曾經係將無酵餅嚟到作為搖祭去獻俾耶和華。喺出埃及嘅35章22節，亦都曾經將一啲嘅金器，將嗰啲由埃及帶出嚟嘅金器嚟到作為搖祭去獻給耶和華。以人作為一個嘅搖祭獻俾耶和華呢，係唯獨利未人呢度係去採用嘅。然之後呢，呢度利未人就係以牛嚟到係去替佢哋贖罪，同埋作為燔祭去獻上。再跟住呢，就將利未人呢就帶到去祭司嘅面前，去到祭司嘅面前就再施行一次搖祭。咁呢度今次嘅搖祭就係意思係將利未人歸俾祭司所使用。咁呢個喺出埃及嘅29章嘅26至27節都曾經記載，就係將嗰啲嘅羊嘅胸同羊嘅腿作為搖祭係歸俾祭司。咁呢度呢就好明顯就係將利未人呢嚟到歸俾祭司佢哋去使用。自此之後呢，利未人就可以進入會幕，甚至進入聖所裏邊去工作。咁利未人幾時要進入聖所呢？就係當拆卸嘅時候，佢哋要將嗰啲嘅器具、嗰啲嘅聖物呢嚟到係去搬運出嚟嘅時候，佢哋都需要進入聖所嘅。咁而平時呢，應該就係喺呢個嘅會幕，就係喺呢個會幕嘅空地裏邊，幫助祭司去進行嗰啲嘅獻祭嘅禮儀，同埋搬運嗰啲物件嘅工作。咁而利未人呢，佢呢度係亦都講明咗喺8章24至25節呢，就講出佢哋其實係25歲就開始去進到會幕，好可能呢個時期係一個嘅訓練嘅時期，或者話係做一個學徒咁樣嘅時期。到佢哋30歲至到50歲呢，佢哋就可以自主嘅嚟到係去運作，就成為一個正式嘅利未人喺會幕裏邊供職。咁而退休之後50歲之後呢，呢度亦都講佢哋係可以繼續去輔助弟兄嘅，無論係教授啦，或者係喺旁邊嚟到做一啲嘅支援嘅工作，
呢度就記載咗利未人喺正月初一，佢哋正式嘅受到潔淨同埋奉獻之後，可以正式喺會幕嚟到進行去侍奉神嘅工作。咁其實利未人呢係可以泛指我哋所有重生得救嘅信徒。當我哋重生得救加入教會嘅時候，神都係安排我哋喺教會裏邊，其實係有一定嘅位份、一定嘅功能、一定嘅工作。呢個係恩賜彼此配搭嘅一個概念。咁喺哥林多前書12章嘅14至到21節裏邊，佢係咁樣講嘅。佢話咧，身體不只是一個肢體，而是許多肢體。喺呢度就係意思，我哋都係以基督作為我哋嘅頭，而我哋整體一齊嘅時候就係一個身體，就係基督嘅身體。我哋係以整個身體嚟到去考慮，以致我哋喺當中我哋有嘅恩賜，我哋能夠做嘅嘢係並唔會分高低尊卑嘅，因為我哋考慮嘅時候係整個身體去考慮嘅。咁所以喺呢度並唔係話亞倫呢就係比利未人更為尊貴，並唔係以呢個角度去睇，亦都唔係話利未人係比起祭司係低一級，亦都唔係以呢個角度去睇，而係睇整個身體、整個會幕喺呢度嘅運作，各人都要負上佢應該負上嘅嗰一份，然之後呢個身體就可以有效咁去運作。呢個就係恩賜彼此配搭嗰個原則。所以我哋喺教會裏邊同樣都係以呢個原則。喺哥林多前書12章18節嗰度講，但現在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一一安置在身體上了。12章19節話，假如全都是一個肢體，身體在哪裏呢？但現在肢體雖多，身體還是一個。所以呢，我哋喺教會裏邊彼此配搭，我哋真係要嚟到去到神嘅面前，喺主耶穌基督嘅裏面，喺聖靈嘅光照之下，我哋知道我哋究竟嗰個位份，我哋究竟係需要負責邊一方面嘅功能，邊一方面嘅恩賜，以致我哋嚟到彼此配搭，為嘅係成就主耶穌基督佢嘅心意，透過我哋整個教會呢個身體嚟到去成就出嚟。願意我哋都有呢個嘅心意，呢個概念，我哋要撇除一切驕傲或者自卑嘅想法，我哋單單嘅係以主耶穌基督嘅心為心，按佢想喺教會裏邊成就嘅心意而行。默想祈禱，奉我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